大家好啊，我係你哋嘅老朋友 Davis。咁唔知道大家注意到未啊？最近美股極其詭異啊，芯片巨頭嘅業績一個比一個炸裂，但係股價卻開始上蹿下跳。最近一周啊，更係經歷咗比今年3月底仲要慘烈嘅下跌。買家嘅耐心正在被急速消耗。咁市場已經聽慣咗算力緊缺嘅故仔啊，而家嘅核心矛盾啊就係一個，嗰啲買芯片嘅錢到底可唔可以靠 AI 賺翻嚟呢？如果唔可以咁，呢一波 AI 狂潮嘅底座就會瞬間崩塌。咁呢一個就係點解本週成個美股都喺度死咁夾住一場大考 Google 嘅財報。唔好睇英偉達賣橙子賺咗幾多錢啊，真正決定 AI 大方向仲係 Google 呢一個全美最大嘅採礦人。佢必須用實打實嘅雲服務收入、廣告利潤同埋現金流向全世界證明 AI 絕對唔係一個燒錢黑洞。咁今日啦，我哋直擊核心，將 Google 呢一份即將公布嘅成績單徹底拆解清楚，睇睇需要重點關注邊啲信號，以及更加重要嘅係我會做一個財報公布後嘅劇本推演，幫你喺2026年 AI 下半場掌握投資主動權，實現財富增值。喺直接拆解指標之前我哋必須先將一個最根本嘅問題諗透。點解偏係 Google？ 點解全美股嘅資金都喺度等 Google 俾 AI 嚟現名正身呢？因為喺成個科技板塊裏面Google 嘅生態位置實在係太特殊、太不可替代啦。咁你睇微軟AI 核心能力好大程度上係依賴 OpenAI 嘅。咁你睇 Meta。大模型開源做得好慢但係冇自己雲計算平台。咁你睇蘋果行嘅係端測 AI 嘅路線。咁放眼成個懷街，只有 Google 一家將 AI 每一環都死捉喺自己嘅手裏面。底層有自然嘅 TPU 芯片去降低算力成本，中層有 Gemini 大模型作為算力中樞，基礎設施有 Google Cloud 對外輸送產能。咁最頂層仲有幾十億用戶每日都喺度用嘅搜索、YouTube 同埋辦公軟件。可以話 Google 自己就係一個完整嘅 AI 生態閉環。咁講白啦，如果連 Google 呢一種手握自然芯片、頂級雲服務同埋龐大流量入口嘅全站巨頭都冇辦法證明 AI 可以賺到錢，咁其他嗰啲高位買算力大模型嘅軟件公司更唔可能說服呢一個市場。咁所以Google 即將公布嘅呢一份財報唔只係佢自家嘅成績單，更係成個 AI 嘅下半場。全懷家都喺度等待呢一個終極驗鈔機。咁將底層邏輯睇明咗，你先至會明白接住嚟我哋要睇呢3個核心指標到底有幾咁重要。第一個指標 B 端變現 Google Cloud。咁呢幾年所有科技巨頭都喺度講 AI 改變世界，但係企業客戶到底願唔願意抌真金白銀埋單呢？ Google Cloud 就係最直接嘅驗鈔機。咁呢度重點關注兩組數據。第一，睇 Google Cloud 收入嘅同比增速。雲服務係巨頭嘅刺刀見紅陣地。由於最近幾個季度高速增長，買家嘅胃口已經被吊到極高啦。合格線通常被卡喺 40% 到 50% 呢一個區間。財報一出如果增速能夠逼近甚至突破到 10%， 咁成個科技板塊都會開香檳。咁呢一個直接證明咗企業端對 AI 算力同埋大模型嘅需求依然係爆發式嘅。但係如果呢一個數字掉咗隊例如話跌破咗 45% 嘅底線，市場即刻就會翻臉，資金會認定 AI 嘅 B 端變現開始遇到瓶頸。第二睇一個更加致命嘅指標，營業利潤率。千祈要記住光有營收唔賺錢咁就係耍流氓。過去 Google Cloud 為咗搶市場可以忍受虧損，但係而家嘅懷家要嘅係真金白銀嘅利潤。目前市場嘅心理預期2026年 Q1 已經達到咗 33% 嘅水平，咁 Q2 必須穩企喺 30% 呢一個雙位數嘅大關，甚至衝擊 30% 以上。咁如果利潤率能夠繼續向上拉升，說明乜嘢？說明前期抌嘅巨款建嘅 AI 基礎設施規模效應徹底打出嚟啦。
咁呢一個代表 Google 話唔單止可以將雲服務賣出去，而且享有極高嘅定價權。咁反之如果財報出現增收唔增利，利潤率掉翻單數，說明佢好可能靠降價打價格戰。咁呢一個對 Google 嘅股價嚟講係一個巨大嘅利空。咁第二個指標搜索廣告與 TAC，Google 嘅絕對基本盤依然係每日產生巨額嘅現金流走索業務。咁而家華爾街最大嘅擔憂在於生成式 AI 接入之後，到底係俾自己搜索變現加分定係喺度打自己嘅飯碗？咁呢兩個核心嘅數據，千祈唔好只係睇總額，要睇華爾街畫嘅嗰個合格線。第一，睇搜索廣告收入嘅同比增速。對 Google 呢一種體量嘅巨獸，大幾百億嘅營收基數擺喺嗰度，華爾街目前嘅心理底線通常話喺10到12% 左右雙位數嘅增長。財報出嚟咗之後如果增速穩定喺12% 以上，警報解除，說明 AI 唔單止冇反噬傳統搜索，反而仲喺度拉動廣告主掏錢。如果呢一個增速掉咗單位數，例如話跌破100%，咁市場嘅情緒就會瞬間恐慌，資金會認定 AI 正在侵蝕 Google 嘅命脈。第二睇一條更加致命嘅隱藏紅線 TAC 佔比，為咗保住大家手機同埋瀏覽器默認嘅搜索引擎嘅位置， Google 每年都要俾蘋果呢一類終端巨頭交天價嘅過路費。咁喺呢一度你唔需要記低使咗幾多百億美元，你只需要算一個除法 TAC 佔廣告總收入嘅比例。咁呢一條生命線歷史上基本死卡喺20% 左右嘅水平。咁呢一次財報一出，如果呢一個比例意外飆升，例如話突破咗23%，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危險嘅信號。佢意味住乜嘢？意味住喺各種新興 AI 搜索嘅步步緊逼下， Google 開始焦慮啦。佢不得不付出更大嘅血本去保地位。如果為咗守住入口，導致利率被嚴重擠壓，即使營收超預期，不過呢一波 AI 嘅橫大敘事都要被打上一個巨大嘅問號。指標拆解完，接住就係實戰啦。數據係死嘅，資金嘅反應先至係活嘅。財報公佈嗰一刻華爾街嘅超算同埋量化機構就會0點幾秒內完成呢一啲指標嘅讀取，並即刻用真金白銀打出方向。對於我哋普通嘅投資者嚟講，絕對唔可以靠股去賭財報，而係要喺腦子裏提前備好應對唔同劇本嘅劇本。接住嚟，我會推薦3種可能出現嘅劇本，以及最穩妥嘅應對策略。劇本 A 全線碾壓，出發條件雲增速突破10%，利潤率拉升到30% 以上，搜索廣告穩健 ，TAC 成本冇移動，同時管理層俾出咗 CapEx 指引非常理性，自由現金流極其充沛。咁呢一種情況一旦出現，市場會瞬間確信 AI 現鈔機完美運轉，證明咗巨額嘅算力投入能夠換來超額嘅利潤回報。Google 嘅股價大概率直接跳空高開，咁同時會帶住英偉達、博通呢一啲底層算力龍頭，甚至乎成個納斯達克指數開啟新一輪主升浪。咁呢一個時候操作其實最簡單，攞好手裏面嘅正股，唔好輕易去估頂，更加唔好俾盤中嘅小幅震盪洗下車。只要核心嘅邏輯冇破壞，冇槓桿資金嘅壓力，我哋完全可以舒舒服咁食滿呢一波趨勢嘅紅利。劇本 B 喜憂參半，觸發條件總營收同埋 EPS 啱啱好合格，但內部數據分化，例如話雲增速卡喺40%勉強過關，但利潤率下滑，或者搜索基本盤穩住啦，但明確睇到 CapEx 仲要大幅追加，導致由現金流預期縮水。咁華爾街最討厭就係不確定性。咁如果交出呢一份含糊其辭嘅答卷，其獲利豐厚嘅資金一定會選擇先落袋為安，股價可能會喺盤前上竄下跳，最後走出高開低走或者橫盤震盪嘅模樣。咁呢一種情況最適合嘅做法就係多睇少喐，讓子彈飛一陣啊！好多新手最容易喺呢一種時候因為分時圖嘅劇烈波動而追漲殺跌。我哋要明確既然基本面冇俾出
極其強烈嘅上攻信號，就冇必要第一時間衝喺上面接盤，耐心等待情緒消化完，將手裏嘅現金留俾確定性更高嘅絕佳買點。劇本 C 全面潰敗，咁出發嘅條件係黃增速跌破30%，利潤率個位數 TAC 成本飆升突破23%，搜索基本盤開始受到實質性嘅侵蝕。最要命嘅係Capex 仲喺度無底線咁膨脹，呢種最壞嘅情況一旦發生，極有可能成為市場嘅連環爆導火索。外界會即刻拋出 AI 燒錢黑洞嘅敘事，認定巨頭會陷入一個求頭困境，唔等 AI 會死，但係等咗 AI 賺唔到錢 ，Google 大概會遭到資金無情嘅拋售，並且呢一種恐慌情緒會迅速跨過產業鏈，直接帶奔英偉達、台積電等一眾硬件龍頭。咁呢一種情況一旦發生，我哋要做嘅係敬畏趨勢，絕對唔好徒手接飛刀。面對邏輯破裂嘅暴跌，千祈唔好有跌咗咁多應該抄底嘅錯覺，果斷止盈或者係止蝕直到基本面重新築底。咁以上3種劇本你只需要理解，就係我哋面對財報大考試嘅底氣，唔估大細只做應對呢一個先至係成熟交易者嘅邏輯。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我手裏面攞嘅係英偉達、台積電，冇買 Google， 咁呢一份財報同我到底有咩關係呢？關係太大啦，因為喺 AI 呢一條產業鏈上，巨頭嘅命運係被死死綁喺一條線索度嘅。簡單啲嚟講，Google 財報裏面批出嘅嗰一筆資本開支，就係呢一啲硬件大廠未來幾個季度嘅營收指引。首先係算力底座英偉達同埋台積電，如果 Google 嘅財報跑通咗，劇本 A 證明 AI 能夠帶嚟超額利潤，咁接住嚟嘅動作一定係繼續瘋狂賣算力。英偉達嘅芯片就唔愁賣，台積電嘅先進產能就會繼續爆滿。但係反轉嚟如果 Google 喺財報上踩咗剎車咁呢一股學氣就會瞬間順住網線傳到俾底層硬件，引發成個半導體板塊嘅估值崩塌。其次係定製芯片頭號贏家博通唔好忘記Google 唔單止買英偉達，佢仲係自研定製芯片嘅超級大戶。咁如果喺財報電話上你聽到管理層頻繁強調自研 TPU 幫我哋大幅降低咗模型訓練同埋推理成本，咁作為 TPU 核心合作夥伴嘅博通必將迎來資金嘅直接追棒。最後係基礎設施賣水人為低技術，唔理科技巨頭最終用 GPU 定係 TPU， 只要數據中心仲喺度搏命咁建設服務器就必須要耗電，咁就需要散熱。只要 Google 對未來資本開支依然係保持擴張，咁電力同埋液冷散熱嘅剛需邏輯就依然堅不可摧。咁睇明白咗呢一個傳導鏈條你就睇明咗美股 AI 板塊嘅終局邏輯。行到今日人工智能嘅狂熱已經係徹底跨過咗只睇算力夠唔夠嘅上半場，正式步入咗算賬到底賺唔賺嘅下半場。記住呢一句說話，底層硬件決定咗 AI 能夠見幾快，但係只有以 Google 為代表嘅雲端應用巨頭先至可以決定呢一場 AI 革命到底可以活幾耐。咁呢一場財報大考唔單止屬於 Alphabet 一家公司，佢更加係全華街對 AI 商業化嘅一場終極審判。底牌即將掀開，多空決戰就喺本周。咁如果你覺得呢一期視頻對你嘅交易有幫助，唔好記得點讚、訂閱並轉發俾身邊炒嘅朋友。我係 Debs，我哋下期視頻再見。